中国又伫遐变鬼变怪，来看这中国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最近发布2件影片，是访问各路为图瓦卢的民众。这讲的内容呢，拢是甲中国普坦坦的话，佮讲含台湾建交是无什么款的帮助，甚至佮讲到个含中国建交才是好的。咱台湾驻守伫咧当地大使就表示讲，经过台湾含当地政府的调查，发现讲这影片内面的人是中国找其他国家的人来做演员的，目的就是要迫害邦交。我国政府跟民众不仅不认同影片中所陈述的错假讯息，也十分唾弃中共透过官媒指鹿为马、操弄假讯息的卑劣伎俩。咱国驻土瓦卢大使林东兴接受公司时讯的访问，伊谴责中国想空想胖，要迫害台湾甲土瓦卢的邦谊。因为最近中国官方媒体外记国际频道中国环球电视网发布2个影片，讲访问几个土瓦卢的居民，因对镜头学了中国文化，佮讲甲台湾邦交无实质的效益，甲中国建交才会当促进发展，嘛配合中国的讲法，引用人大第2758号的决议。According to UN Resolution 2758,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Our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s largely symbolic. 土国人口十分有限所以说他们几乎是认得每一个人，他们是刷脸的。所以说，根据土国的政府自己的调查，在里面4个受访者里面，实际上有3个是疑似应该是吉里巴斯人。那目的就是要透过认知作战，来误导各界对台土关系的认知，那进而破坏台土的外交关系。林东兴大使讲影片内底的人，那像是中国找其他国家的人来扮演的。佮讲土瓦卢政府真关心中国的举动，已经随出来陪会。其实中国这几年透过投资、提供援助计划等等的方式，一直咧扩大南太平洋的影响力，嘛持续扰乱咱国伫咧南太平洋的3个友邦土瓦卢、马绍尔甲帛琉。学者认为讲，拄好拄到外交部长林佳龙以总统特使身份带团去帛琉出席总统会述人就职典礼，这波宣传是真有目的性。中国积极要插旗南太，除了要剥夺台湾的外交空间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牵涉到中国跟这个美欧西方国家的这种大国的竞争。学者分析，太平洋岛国的资源丰富，在地缘政治是大家小济要爱的所在，在美国印太战略布局之下有重要的地位，加做美国甲中国竞争的另外一个战场，嘛是美中台关系焦点。记者综合报道。